大家好歡迎又再睇啊！我係小希小啊，又或者叫小小希啊。因為咧就嚟要考試啦，所以咧可能得星期五有得拍片啦，或者淨係咧星期六有得拍片啊。希望大家體諒啦，因為咧真係咧要考試啊，要做好多，因為即係下個月要考試，即係6月啦。6月要考試，星期我諗即係話啦，6月幾號咧？考完試即係6月7號，即係7號到啦，即係嗰個星期六，再下個禮拜星期六咧，我就可以拍好多片啦。希望大家多多訂閱我啦。因為呢個係通告啊，所以係好短，24個嘅考試，所以咧呢個會短啲嘅，所以咁就拜拜啦。